妈，你回去吃饭了啊？走吧。好。哥，快来，我扣胳膊，快点！什么扣胳膊？哪儿呢？这呢，我喊1、2、3，你抓住他！啊，行。1、2、3！哎呦我操！哎呀！哎呀，我操！还搞我！放翻了，翻！胜哥，你干啥呢？练功呢？教教我呗。来吧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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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兄弟，你手机掉了。谢谢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丢了。来和打吧，妲己。怎么这车走不了啊？小开呢？多开点看看。怎么这么热？天天干农活。那个咋这么屌？哎呀，厉害了，我的哥！承让了，我的哈哈。